各位觀眾，由於本台新聞部所有員工都被其他機構叫得七七八八啦，而家剩翻我一個人為大家報道新聞嘅，因為我冇人掛住。好似少咁啲嘢喎，有啲唔對路。翻嚟新聞時間。由於大批國內人士蜂擁移民去阿魯瓦圖，當地嘅國家已經拒絕呢班國內人士咧係繼續入境㗎啦。因為當地嘅街道已經係鋪滿晒一片黃金嘅，而世衛組織雞珍呢亦都呼籲各位市民呢冇乜必要就唔好去呢個國家，因為踩親啲黃金就大鑊㗎啦嚇。咁其實阿魯瓦圖呢個地方係一個咩嘅地方，又喺邊度嘅呢？我哋係訪問咗哈佛地理系嘅教授，問佢阿魯瓦圖究竟喺邊度嘅，而佢嘅答案就係話阿魯瓦圖就係喺阿魯瓦圖嗰度咯。咁哈佛教授其實就係哈爾濱佛教小學入邊一個教授嘅。哇！邊個寫啊咁爛嘅一個嘅？由於阿魯瓦圖咧係經已拒絕接收移民啦，咁附近呢亦都有幾個國家咧喺阿魯瓦圖附近嘅咧，亦都加入咗一個移民潮嘅。咁喺阿魯瓦圖咧係左邊咧亦都有啲國家我哋聽都未聽過㗎。咁譬如話喺左邊有一個叫做阿爸好嘈咁而喺阿魯瓦圖右邊有一個叫做阿媽叫你唔好嘈。聽講亦都係相當唔錯嘅一個國家㗎。咁如果要好啲嘅選擇咧，喺左上方嘅話咧，有一個叫做阿哥好中意去蒲，同埋右邊咧亦都有個國家叫做阿妹生咗條毛。咁據悉咧，呢幾個國家亦都歡迎咧係國內人士去移民㗎。今日嘅新聞就大致報導完畢，各位後會有期。阿妹生咗條毛係我想住嘅地方。